實例見證，醫生誤診頸椎病為肩袖撕裂。於2025年3月22日，一位來自新加坡70多歲長者到我們深圳彩健醫療公司，尋求建議購買合適的醫療產品，幫助他右邊肩膊痛。早前，新加坡骨科醫生經磁力共振診斷，他患有右邊肩袖撕裂，並需要進行縫補手術，避免跟腱收縮。評論：長者患有肩袖撕裂多數為退化性，外科手術是不必要，因效果不佳。而他的斜方肌痛及菱形肌痛之根源是屬於頸神經根擠壓，其後經我們臨床頸部壓頂測試，同樣引發以上病徵。頸神經根擠壓發生位置與肩袖撕裂相似，同樣有肩膊痛表現，但頸神經受壓一般會延伸至斜方肌痛及菱形肌痛。故此，我們採用移動頸椎牽引器 N05 作頸椎牽引治療，減少頸椎神經根擠壓，馬上舒緩他原有疼痛的部位。這證明他的新加坡醫生診斷不夠專業及要求做縫補手術是錯誤。總結：病人在任何程序治療或做手術前應考慮以下因素：一、診斷的準確性，如以上案例就屬於診斷錯誤；二、手術的必要性，如肩周縫補手術對於長者是不必要的；三、尋求醫療第二意見，於手術前必須尋求更多專家的意見。有興趣佩戴頸椎牽引器的病人，請聯絡我們。